主后2022年6月7日，啥人着穿全套武装？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10节到24节。最后，我劝恁着甲主结连，靠伊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，着穿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，互恁徛在，通抵抗魔鬼的诡计。因为咱并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伫交战，是甲天界的邪灵，就是即个黑暗世代的宇宙统领者、权力者、掌权者伫交战。所以，着用上帝所赐全套的武装来装备家己，通伫邪恶的日子，话通抵抗对敌的攻击，坚持到底，持守阵地。所以，着徛在用真理做大侠，用正义做护身加称，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下称，着不时用信心做盾牌，通拍花邪恶者城内火的箭。着用拯救做头盔，用圣神做剑，就是上帝的话。着靠圣神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，着不时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，嘛为着我祈祷，求上帝赐我信息，通好胆开喙宣扬福音的奥秘。为着这个福音，我现在做一个挂铁链的大使，着为着我祈祷，互我通好胆宣扬应该讲的。咱亲爱的兄弟，也是主忠实的妻婴崔基古，会报恁知我的代志甲近况。我找伊去恁遐的目的，是要报恁知阮遮的情形，互恁的心得到鼓励。愿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平安、仁爱、甲信心，互众兄弟姊妹。愿上帝恩典甲所有用袂变的听来听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。以上。以弗所书第6章10节到24节，这段经文是保罗最后的结束语，甲以弗所书描述的逐种议题做总结。这段经文有2种理解的方式，一种是以灵界的角度诠释，将魔鬼甲邪灵看作是无形的政权；另外一种是用政治的角度做诠释，将魔鬼甲邪神看作是有形的政权。伫过去，主张无共观点的学者，针对这个议题争论袂煞，总是无论是有形或是无形的政权，彼此拢互相影响，袂当偏袒任何一种理解方式。所以，笔者试看跳脱这2种理解方式，将经文放转来教会群体做思考。保罗将基督徒的性命引入做战争，必须穿全套的武装，面对艰难的处境。这套武装并毋是罗马帝国的武装，是照着武装的图像引入基督徒着遵循真理、正义、和平的福音、信心、救恩、上帝话，就是圣神的宝剑，做生活的依据。保罗比喻的武装，迄个原文是用单数，毋
毋过要穿即套武装的，煞是复数的咱，所以产生一个矛盾问题：为什么毋是群体穿侪套的武装，反倒当是穿一套武装？保罗的用意伫倒位？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大屠杀犹太人的负责人艾希曼伫耶路撒冷遭受指控的时，伊安尼回答：一切拢是奉命行事。对这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汉娜·厄兰伫艾希曼伫耶路撒冷救援关系平庸的歹的报告指出，艾希曼是一位平凡的人，毋过平凡的人痴迷服从顶司所指使上极端的邪恶。这种平庸之恶，就伫你我四周围，有可能咱深陷其中，煞一点仔也毋知影。亲像德国圣义宗的牧师马丁尼莫的忏悔文，当因掠犹太人的时，我惦惦，因为我毋是犹太人。落尾当我互掠的时，也无人要为着我讲话。上帝的武装，毋是个人的武装，因为平庸的邪恶，毋是针对个人，是针对群体。若假使教会群体无穿一套的武装，就无法度抵抗魔鬼的诡计。美国神学家彼得森伫国外操练册中使用甲壳动物、龙骨动物来咧解说武装。伊认为基督徒毋是外硬内软的甲壳动物，是互武装内化的龙骨动物。这引出咱的思想甲行为。这套武装需要借着祈祷，亲像丹麦神学家齐克果讲的，祈祷并袂当改变上帝，是改变着祈祷的人。所以，咱需要着靠圣神专心祈祷，常常祈求，着不时警醒，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。以弗所书第6章18节。默想，我怎样理解上帝全套的武装？我怎样甲教会兄弟做伙穿上帝全套的武装？我怎样理解上帝全套的武装？我怎样甲教会兄弟做伙穿上帝全套的武装？来祈祷，赏赐全套武装的上帝，当我面对社会的邪恶，求你互我徛在安稳，互我有勇气讲出着讲的话，互我大声传讲福音的奥秘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